標標冷知識 Watch here。大家都聽過百達翡麗呢個名，結合咗兩位創辦人安東尼百達同阿德里安翡麗嘅名。但係大家知唔知佢哋當年差啲因為一個逗號而嘈起嚟呢？百達翡麗最早係 Patek Philippe N.C， 係由波蘭走難到瑞士嘅抗俄革命者百達同朋友弗朗西斯查皮克1839年喺瑞士共同創辦。1844年，百達揾咗發明無磁上弦同手動設定系統嘅法國天才製錶師阿德里安翡麗加入公司，取代咗查皮克。呢個時候公司名係 Patek N.C。過咗一排，翡麗覺得自己喺公司嘅貢獻都唔少，希望自己嘅名都可以加入去公司名稱入面。百達有口頭答應，但係最後都不了了之。之後再去問百達，竟然拒絕咗，嬲到翡麗威脅要離開公司。最後1851年，百達決定將公司改名為 Patek Philippe N.C。不過佢喺翡麗前面加咗一個逗號，令人誤會佢哋係同一個人，令到佢有被消失嘅感覺啊！40年後，1890年，百達翡麗大樓外牆上終於刪去逗號，可惜佢唔可以享受咁樣嘅喜悅太耐，喺4年後就過咗身。後來1932年，錶盤製造商山兄弟買咗呢間公司，改名做而家註冊嘅名 Patek Philippe S.A。估唔到呢個名背後都有咁心酸嘅故事。好彩翡麗佢最後都一償所願。大家仲想知道咩腕錶冷知識呢？記得 follow 我哋每週6更新嘅錶錶冷知識啦。